屯門區掌門陸家頌先生，平日我還半點傷風也欲吐，還實愛多走。汲水門掌門詹志文先生，石門區掌門蘇耀宗先生，我為你打開心口，少女都怕醜。江門派長老，佢哋救成咁，我哋唔掂噶噃。放心放心，有我江門派長老光仔仔喺度，一定唔會觸亂子啊！係咪真噶？咁你留意星期六晚上11點至深夜1點，有啲宣傳金句大企劃我嘅征戰演出啦。你嗰啲叫征戰演出，咁我嗰啲叫咩啊？精靈啊！